甲感谢，将咱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咱的心、咱的念头，无论拄着什么境遇，知影踮伫卑贱，也知影踮伫富足，也是饱，也是枵，也是富足，也是欠缺，凡事老练，踮伫想事快乐的。事事拢会，上帝要照伊眼光中的富裕，伫基督耶稣补足咱一切的欠缺。三角来吟圣诗513首，祝福咱对母胎正行。圣诗513首，祝福咱对母胎正行。会众请起立。请大家有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堂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会众请坐。即是来启用，启用文50篇，伫圣诗的后面1090页，也是以赛亚书61篇。现在我来启，请兄弟来引。至悬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善车人。宣布受惊的得到透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是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伊的人会信任因是上帝赐福的子民。这是咱甘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的恩典，互阮有信心的引带，伫你所定的日子平安来到圣殿。今仔日是总会大专奉献的主日，感谢上帝引带李牧师代表新德中会大专来到阮的中间，三角敬拜俄罗你。恳求主纪念祝福因的时光通顺时，为主做干净，传扬福音，坚固正教会的信仰。感谢父上帝，照你大声欢喜的旨意，警调阮。阮是罪大恶极的罪人，无配得这个恩典。总是你疼阮，无爱阮沉沦，赏赐阮，通借着圣囝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我靠伊的义来洗净阮一切罪过，互阮通清起家己，教主三号，完成救赎。也赏赐信心来大伫阮的内面，成做阮时时的帮赞，来利益世人，荣光上帝。恳求父上帝，时时归正阮的信仰，因为虽然阮受拣选，是你的圣的子儿，总是幽怨的受到恼我情欲的颠盘，伫无注意警醒的时，就会来犯罪。独通我靠上帝的话，就是圣经，不断来提醒阮，才会当减少阮犯罪的机会。恳求主常常引带阮同做主工，赏赐阮有敬畏父上帝的心志，尊主最大，靠慕上帝的话，勤读圣经，亲捌上帝的教示，互阮所思想、所讲、所行，通甲救阮三号。恳求主赐福教会牧长，同工有对天来的智慧，伫主的内面同心合一，兴旺教会。求主祝福今仔日的礼拜，通顺时荣耀主圣名。我安尼恳求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甲第10章第8节。国语和合本12页，台语汉语本11页。现在我来读。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耶稣遍行这个城，这个乡舍，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项的症头，逐项的病痛。伊看见这个人就可怜因为因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对安尼，就甲伊的学生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别工去甲伊修行，
第10章第1节，耶稣叫伊12个学生来，互因有罪恶写信的权，来赶着因，煞医好逐项的症头，逐项的病痛。12使徒的名就是这个：头一个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腓力甲巴多罗买；多马甲抽响的马太；阿利菲的囝雅各甲达太；迦拿尼的西门甲加略人犹大，就是卖耶稣的。耶稣找这12人，煞吩咐因讲：外邦的路无得行，撒玛利亚人的城无得入。较好就去就近以色列家失落的羊。行的时，就传讲天国救恩了。医好有病的，互死的国活，互太高的清气，赶鬼，恁白白得着，就白白互人。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赞美，请圣歌队主的降临。正道题目是超出失迷的羊，请李正胜牧师。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亲自毋人启示你家己的上主，阮感谢你邀请阮
来赴主的恩赦，见证主基督耶稣的国活。你差派基督耶稣教示阮，着彼此相听。众人看见阮彼此相听，认出阮是你的学生。这时，阮恳求你圣神，差派圣神，开阮的耳孔，听见你慈悲的声音，帮助阮伫罪恶中指示阮生命的真理，伫无助的中间显出你全能的恩典，伫绝望的中间赐予阮对你来的愿望，伫黑暗的中间为阮开光明的路。慈悲怜悯的主，阮来亲近你，求你加添阮智慧、警醒、祈祷的心，帮助阮看见，嘛承认阮是软弱，需要有主你慈悲的呼叫，来引带阮恢复起头的听心。阮的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主来兄弟大家平安。真久无倒来桃园教会分享啊吼，所以发现真侪青云的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吼，因为其实我嘛是桃园教会会友，但是可能一年倒来一摆尔吼。嘿，因为真侪时间拢伫外口咧募款啊，四界拍拍走吼。四界拍拍走，毋是讲无咧做礼拜啦吼，是四界的教会去募款安尼。我本身是牧师，但是我毋是伫教会牧会，我是伫机构咧服侍。我服侍的机构，我小等下会介绍吼。所以上帝的话较重要，咱先来进入今仔日的经文吼。那进入今仔日的经文之前，我先爱小可说明一下吼，就是咱是用啥物角度咧看福音书？我的意思是讲，假使福音书是为着要照即个历史发生的时间点，安尼，甲耶稣的即个耶稣一生照顺序发生的时间，安尼写落来的话，福音书需要几本？一本就有够啊，对无？对嘛吼，因为照迄个耶稣出世，照时间安尼写落来，应该毋免搁其他遮侪本啊无。那但是咱若去比较无共的福音书，咱会发现到，遮个时间有一点仔前后无啥共款。吼，譬如来讲，约翰福音，耶稣一开始就去圣殿，甲人禀道嘛，对无？就是去清去圣殿嘛。吼，约翰福音是耶稣一出来传道，一开始就去圣殿，去清去圣殿。但是伫马可、路加是耶稣上尾要钉十字架之前，较去清去圣殿。所以到底耶稣是啥物时阵去做即项代志的？毋知影啦吼。即个问题其实无答案吼。但是我要讲这，就是表示讲，事实上福音书上主要毋是咧写耶稣传。福音书是遮个作者因要甲因所要面对的对象介绍伊所认捌的耶稣，所以无共款的福音书，伊有伊无共款的读者。吼，意思就是讲，譬如讲，咱做一个假设吼，福音书若要互台湾北部的人听较有诶，是毋是着爱照北部人的习惯来讲，互北部人听？若是要写互南部人听较有诶，着爱可能迄个腔口着爱较南部腔。吼，讲故事的内容嘛会较无共。吼，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其实咱会通甲因想象做，因是三个牧师，然后因有因所牧会的教会，
根据伊所牧会教会的处境，伊来收集资料，然后甲伊写做福音书，互伊的对象来读。安尼有了解无？好，所以介绍遮济上主要就是要讲，咱若要读马太福音的时阵，咱无迄个时光机会当坐啦吼。但是咧，咱会当透过咱的想象力以及一寡学者的研究、一寡资料，咱会通想办法，互咱家己转去到2000年前的犹太人所面对的处境，然后伫迄个处境内底来读马太福音，咱才读会着马太福音内底到底即个作者要甲咱讲关系耶稣啥物代志。好，所以马太福音伊上主要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好，所以咱伫内底马太福音内底会看到足侪对犹太人有意义的数字啦，吼。对因来讲是好的数字，譬如讲7甲14。所以若是即本福音书今仔日是要写互台湾人看的，即个数字会变做啥？可能会变做6还是8。好，然后其实马太福音完成的年代，差不多就是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互罗马帝国毁坏以后。迄个时阵的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基督徒，因有真强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咱拢知影，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犹太人因信仰的中心，宗教信仰的中心。总是因去互罗马帝国统治，然后圣殿受毁坏，咱敢有法度体会迄款心情？若体会袂到，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吼。今仔日咱台湾，咱做礼拜袂有警察入来对无？嘛袂有军人入来讲要甲人掠去，还是讲我伫台仔顶黑白讲去互掠去？假设有一日咱台湾去互，毋管对一个国家占去，咱无家己的主权，毋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今仔日无要和咱讲政治，我要讲的是，咱来体会到以前因的心情。然后，国家受别人占领了无偌久，咱的礼拜堂拢去互拆毁烧掉。请问心情是安那？即马中国当咧发生遮个代志啦，我毋知影咱敢知影？中国即马真侪礼拜堂、真侪教会是去互烧掉、拆毁的。当咱会当体会迄个心情的时阵，咱就会开始会感觉到马太福音的读者，因大概面对的问题是啥？上帝，你敢真正有存在？你若有存在，是安怎会发生遮个代志？阮要安怎做？阮要安怎样和遐个占领阮的人斗阵？阮要提起武器，迄个德哥斗菜刀。是要用武器来反抗，还是爱安静来听候？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的读者因所面对。当时2000年前，这个犹太人因所面对的问题。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前2节吼，咱今仔是对35节开始读，咱若往为头前30的所在，咱会看到伫遮有描写到。有条件的证人，其实伫马太福音内底一直出现遮个证人吼，第7章、12章、14章、21章，拢有遮个证人。遮个证人就是上需要耶稣的迄群人。遮个人因找无人甲因帮衬。伫9章36节，咱读到讲，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然后，咱读到第10章第6节的时阵，甚至描写讲遮个羊是安那，迷路、找无路，无人因指示性命的方向。其实，遮个以色列百姓、遮个犹太人，伫过去的年日内底，一直拢无人看顾。
然后耶稣出现，看见因的需要。耶稣看见因所拄着的麻烦，以及因心内的欠缺。然后马太福音的读者嘛咧听候讲，耶稣你这位牧者要安怎样回应阮的需要？咱看见耶稣，伊毋是干那用目睭看咧，然后放互伊去。伫9章36节，圣经描写讲，耶稣看见因就安那，就可怜因。好，即个可怜，可能翻译较属于一种悬对家的迄种可怜吼，但是咱若是读中文的圣经的翻译，伊会翻译做怜悯。吼，即个怜悯就是用即马心理学的迄个名词叫做同理心啦吼。台语改成较无即个字，吼，就是同理心，就是会通去体会别人的感受。其实耶稣是用心去感受遮个人，然后耶稣产生怜悯了，耶稣采取行动。耶稣采取行动是对伊目睭看到，心内感受到，然后耶稣采取行动。总是有时阵，耶稣遮个行动有可能对咱来讲，真做是一种检验。就是咱是毋是有跟对耶稣？咱是毋是有耶稣的心肠？有时阵，咱看见咱目睭前人的需要，咱无一定是用怜悯来回应，也是根据伊的需要来付出疼的行动。甚至对遐个欠缺的人，咱有时阵是用责备较赢过用疼来回应。简单来讲，譬如讲乞食，台语讲乞食啦，吼，中文叫做解友嘛。吼，咱有时阵可能连因的气味，咱都感觉真厌恶。咱必须要学习耶稣，认真来看见咱四周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伫圣经的内面。耶稣就可怜因，也是讲耶稣就怜悯因。马太福音内底出现3摆，一摆是伫遮，一摆是伫14章，另外一摆伫15章。讲3摆，意思就是伊真重要。耶稣的宣告是怜悯的宣告。我伫大专内底已经服侍超过15冬吼。然后嘛，看见真济，人讲迄叫做世间冷暖，那遮歹中文那遮难啊！世间的冷暖啦吼，我嘛看见其实教会有时阵嘛足现实的，就是国立的大学。就是讲，这个学校若是毕业了后的学生，较够趁钱的，趁较有钱的，足侪教会拢想要爱入去，想要入去做团契。但是迄款排名较后壁的，无啥人要插的，迄个出来趁较无啥钱的，迄内底大概敢若2-3个团契，咱是其中一个。其实。大细目这项代志，我体会了真深啦吼。但是上重要的是，我较关心的是，到底咱的青年发生啥物代志？咱这个大专生发生啥物代志？有时阵咱感觉讲，大专生伊无要读册，是因为伊拢咧耍手机啊。事实上，我看到的是，好的愈好，差的愈差，是安怎？因为教育的资源拢伫遮个国立大学，然后私立大学伊毋敢若学费贵，读遮个学校的学生经济能力嘛无遮好，
所以因贷款的比例是远远悬过遮的国立大学的。毕业负债20万到80万足正常的，还到30几岁，伊的贷款阁还袂了。借问是要安怎结婚？是要安怎买厝？要安怎谈恋爱？劳工的条件，咱的环境，土地的争议，即马毋是咧讲政治，即马咧讲的是有人咧受苦。咱敢有看见伫咱所生存的环境内底，毋是干那人咧受苦，包括上帝创造大自然嘛，拢咧受苦。呼召耶稣宣告的源头是怜悯，看见众人的需要，耶稣用怜悯来回应，然后呼召耶稣采取信用的行动。所以伫第9章。第9章36节，36节、37节、38节，耶稣叫12个学生来甲因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逼工去甲伊修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哦，这支老花眼镜啊。耶稣讲：“恁着求园主逼工去甲伊修行，什么意思？”耶稣甲伊的门徒讲：“恁吼爱好好啊，转去祈祷，求上帝差派工人去遐个需要牧养的人的所在。”安尼听有意思无？耶稣讲即句话的意思，就是叫门徒爱去祈祷啦。啊，是安怎？我今仔日圣经会对第9章跳到第10章，因为其实第9章到遮还未结束。这个祈祷了后壁发生的代志真趣味哦。耶稣教是遮的门徒去祈祷，然后什么人去互因差派出去？去互耶稣差派出去？就是遮系做祈祷的人嘛，就是遮系门徒受耶稣差派出去嘛。好，所以。这个经文真趣味的所在是，伊甲咱讲一项代志是，真侪时阵咱祈祷了，什么人爱采取行动？就是祈祷的人。好，就是当咱咧祈祷讲，用主祷文祈祷讲，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啊，什么人伫地面？就是咱伫地面嘛。啊！上帝旨意伫正，伫咱的心上，咱行伫地面的时阵，就是上帝旨意伫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咱必须爱正做咱家己迫切祈祷了后的行动。总是当咱祈祷，互上帝差派，嘛毋是耶稣就互咱拢总无武器、无枪支吼。伫第10章第1节，耶稣先赏赐因权柄，然后差派因出去，然后记载这12个使徒。咱若详细去调查遮个人，咱就会发现到，遮个人一个拢毋是圣人，嘛毋是好野人，嘛毋是出名的学者，可能嘛无真敖讲话，甚至其中阁有迄个革命分子。台语较像无安尼讲的，台语要安怎讲？就是要甲政府推翻迄种的啦，吼，要改革的啦，吼。啊，伫中文迄叫做奋锐党啦，吼，你若读着奋锐党，也是讲激进党，迄就是伊要甲政府并倒，要甲政府用互并迄种的。然后阁有出卖耶稣的犹太，总是耶稣无看遮个人的身份地位。耶稣呼召因爱带怜悯伫世间服侍，然后耶稣嘛赏赐因能力。过来，咱继续圣经读到第10章的第5节到第6节，
耶稣讲一句话，可能咱会感觉真奇怪。耶稣讲：恁毋通去外邦人的地区，毋通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只有得去找以色列甲失迷的羊。哦，这是现代台语译本。我拄仔读即句是现代台语译本。恁毋通去外邦人的地区，是毋是感觉怪怪？这和耶稣咧做的代志无啥共款吼。所以咱爱倒来到我一开始上头前开真侪时间说明马太福音是要写互谁看的？犹太人看的嘛，对无？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伊所关心的，就是伊犹太的同胞。耶稣有可能真正有讲过即句话，但是头前后壁发生啥物代志，咱毋知。可能即马嘛查袂出来，但是因为马太伊真关心伊的同胞，所以伊有收集到耶稣捌讲过即句话。耶稣甲马太甲即句话藏伫遮，所以即句话咱若是甲伊理解做讲，恁敢若会当接触基督徒，恁敢若会当进入基督徒的家庭，毋对，毋是。即句话是讲，是马太共款。那对现代的咱来讲，就是咱爱甲即句话读做，请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厝边、你的同胞、你身躯边四周围的人，安尼较对吼。毋是讲叫咱莫去接触外邦人吼。所以完整的宣告是，毋是甲人带入来教会，然后咱成做一个 club， 成做一个俱乐部。是爱更加爱互咱身躯边四周围的人，因为咱信福音，因为咱信耶稣，因得到利益。敢捌听过人安尼甲你讲过？因为我信耶稣，所以你会得到好处；因为我信耶稣，所以你会得到福气。这较是福音吼，所以我定甲我咧带学生我讲，你和你的台语介绍嘛无室友即两字，带做伙，你和你的同学，你和带做伙的同学，你是伊的好同学，还是歹同学？你是你厝边的好厝边，还是歹厝边？福音毋是用讲的讲甲互人信，毋是硬变甲互人无想要和你讲话，是伊伫咱的心上体会到，伊真正有。感受到好消息，但是假使咱毋是好厝边，毋是好同学，毋是好同事，拜托诶，嘛毋通责备你家己吼。其实源头只有一个，就是咱还未领受到上帝的疼，也是讲咱的生命内底有真受伤的所在，还未互耶稣医治，搁活的疼去摸着，所以咱才会规身躯赤牙牙。规身躯拢总刺，若是你身躯刺足济的人，请进入你的内心，把遐个上疼的所在，摕来耶稣的面头前，互耶稣甲你揽揽的，甲你讲一寡话，用伊的疼来补满你心内的痛疼。咱祈求耶稣基督的性命，成做。咱生命医治，互咱的迄个痛疼、迄个需要得到医好，得到个活，然后咱伤痕累累的生命，会通因为受伤，然后得到医治，成做个活的记号。会疼的所在去，互人当着，咱一定会有反应嘛，对无？啊，若袂疼的时阵，人当着咱当然特别强烈的反应。好，所以接续落来，第10章第7节，耶稣讲：恁安那行那传讲，天国得要实现啦。其实这个天国得要实现啦，嘛毋是哪行，毋是用嘴讲，是用咱整个的人，用咱的心灵。互人感受到，伫你的身躯边，敢若亲像伫天国共款。
真舒适、真安稳、真和平。这叫做天国在要近啊！耶稣要互咱医治，上时耶稣嘛要爱咱去怜悯遐有欠缺的众人。总是这款的服侍，这款的怜悯，其实是真大的冒险。为什么是冒险？2000年前耶稣所接触的遐个人，拢是当着因就会抬高，就会袂当进入圣殿，就会去互人看轻。耶稣拢接近遮个人。伫咱的宣教内底，咱是毋是若军队耶稣的时阵，咱就爱有一种觉悟是，爱去做别人毋敢做的代志。所以，搁较进一步来讲，这款充满怜悯甲关怀的宣教，是因为上帝白白医治咱的性命了后，咱较有法度白白互别人。咱知影我所得到的，迄毋是靠我家己外交修炼所修炼出来的，毋是靠我家己外交读圣经所读出来的。是我靠上帝的恩典，互我的性命得到医治了，至到我会当将这款的恩典嘛白白分互别人。所以咱所传的福音是免费的，是免钱的。这款的免费，毋是亲像去菜市啊买菜架葱啊吼，即摆敢有即个代志？即摆无咧买菜架葱啊吼，毋是即个真俗、真廉价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因为伫世间无任何的金钱买会起，就是因为买袂起，所以上帝只好白白互咱，然后甲咱教一个功课是，咱嘛爱甲这个恩典白白互别人。所以咱千万毋通当做讲。若上帝要听我的祈祷，实现我的祈祷，我奉献愈侪，上帝就会愈听我的祈祷。千万毋通做这个代志哦，因为安尼变做利益的交换，咱含上帝咧做买卖，安尼对上帝足不敬的，拜托的，千万毋通对上帝不敬。上帝。耶稣已经早就甲咱讲，恁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恁所需要的，伊拢会补助互咱。所以，其实咱教会即马当咧面对一个真严格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咱敢有发现到，咱教会内底青年人愈来愈少，是安那愈来愈少。其实和劳动的条件有真大的关系。爱加班，为着若是已经有家庭的，伊就是爱加班。所以暗时可能啥物小组啦、团契啦、做周的课程拢无法度。真无简单，礼拜六会当休困啊，可能就忝伫厝里，无想要出门。甚至即马有诶做12工休2工，伊嘛无法度逐礼拜来做礼拜。伊工作的时间又长，伊的收入减少，和厝里的人斗阵的时间嘛减少，这是教会真严重的问题呢。咱必须爱面对这项的问题。当上帝差派摩西讲去甲法老讲，互上帝百姓去敬拜上帝，意思是人爱6工休1工。安静落来，去亲近上帝，互心灵得到休困。所以，咱一方面强调家庭的价值，但是一方面用阮劳工的条件哪来哪歹。我毋是要否认竞争力的重要性，但是竞争力毋是竞争力，我认为竞争力应该是伫改变甲创新，毋是用伫延长
工作的时间甲减少工钱，迄毋是真正的竞争力。另外，咱的价值，咱活的价值嘛，毋是在伫咱有啥物竞争力啊。咱必须爱真深来承认、来体会一项代志，就是咱安怎样看，你安怎样看你家己即个人？你安怎样定义你家己的价值？咱是毋是用工作、用成就、用地位、用名声、用财富，还是甚至伫教会内底，咱可能会和别人比另外一项，就是我带人信主的人数，来定义我存在的价值。总是我相信上帝看咱的价值，毋是安尼看的。上帝看咱的价值是，因为咱是伊的创造，所以咱活的就有价值啦。咱只要有咧喘气、有存在，就有价值。伫上帝眼中，就是有价值的。所以咱必须爱肯定家己甲别人，拢有伫主内底得到安息的需要。咱必须爱互家己甲别人，重新转来到上帝的怀抱内底，领受上帝的疼。是安怎？我特别要安尼讲，因为其实我和大家安尼分享的时阵，嘛是咧提醒我家己。我捌打毕业训无偌，我2003年对新学院毕业了后，有一段时间做事工做甲足无用的，然后无用2冬了后，我家己去，就是安静灵修的时阵，我较想到一项足重要的代志，是我袂记起的代志。我咧服侍上帝，但是我袂记耶稣听我，安尼有严重无？所以我不时提醒我家己讲，一定爱，毋管偌无用，一定爱安静落来，一定爱灵修，一定爱亲近上帝，袂当袂记我的存在，我的价值，毋是在伫我做偌济事工，毋是在伫我所带过的学生有偌好的成就。请咱嘛一定爱不时提醒你家己一项代志，耶稣听你。这款的消息才是好消息。今仔日的经文咧，甲咱讲，倒位有需要，迄个所在就需要有耶稣的怜悯，因为耶稣的怜悯，伊就差派属伫伊的人来服侍遐个无牧者的羊群。上帝为着遐个人，为着人的需要，为着要去拄着人的需要，开一条路。咱就是迄条路，咱正做耶稣的目睭，咱正做耶稣的心肠，咱正做耶稣的骹手，去拄着遐个需要怜悯的人。这个怜悯的事工是免费提供给遐个迷路的羊群，而且我相信，耶稣心内所意爱、所欢喜的是，所有迷路的羊拢会通找回来。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有想赐一切至善、佮完美的恩赐。求你假使阮会晓奉献，阮的全人，甲阮所有的，互阮毋是干那用嘴学了你，毋是用嘴传福音，是用阮的性命来做见证，是用阮生活的全部，将阮逐日一切责任、忧伤甲喜乐，拢变成做活祭献互你。我安尼祈祷，是奉靠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来求，阿免。求主将你的话刻掉。 伫我心，
好，啊，我接下来做大专事工的报告吼。PPT 刚准备好，哦好。我都有介绍吼，就是我是机构的牧师啦吼，所以毋好问我讲我伫对牧会我主要服侍的羊就是大专生吼。啊，新竹大专中心这个机构，其实范围真宽吼，就是桃园、新竹、苗栗。然后，阮目前有2个牧师以及2个事工助理帮忙咧带团契吼。然后，可能恁看到新竹大专会感觉我对真远过来啦吼，啊是安怎我的会籍会伫桃园教会？其实我是住伫中立啦，吼，所以过来其实近啊尔吼。然后，我负责的区域就是桃园地区吼，上远就是到咱龟山的即个民团。啊，较早即个中间我嘛捌去带过啦，吼，后来实在是路途太遥远，真正无法度吼，啊，所以就交互台北大专。我是负责桃园，然后新竹甲苗栗，阮有其他的同工吼。但是阮就算安尼，人有缘是有限吼，所以阮嘛有邀请教会的团队，也是牧师，也是毕业生，吼来正做。阮的团契的义工辅导来斗3工才的团契。对，阮即马就是目前的同工就是这4位，爱服侍遮尔济团契安尼。啊，阁有真济学校未有成立团契吼。然后我来介绍阮的事工吼，就是大先介绍，阮其实即个主题是。正做一个目标吼，就是甲青年培养做文图，然后毋是青年爱成长吼，是人讲教学相长，哪教哪学，哪做哪学哪做安尼吼。所以对阮来讲，含遮的青年斗阵，其实是因嘛咧正做阮的辅导，就是阮的互动是咩讲？迄边讲？互通的啦吼，互相的，毋是我做一个官委，然后教伊做啥。所以阮是做伙做见证吼，然后带遮青年知影讲，咱爱关心咱的上帝所创造的即个世界。然后阮有设立2条的就是专款吼，就是第1条就是即个清寒奖学金。因为拄仔我有讲到，就是即马青年真济，因的家庭经济有困难吼，所以阮有设立即个清寒奖学金，然后另外一个助学金。这要感谢桃园教会吼，就是逐年拢有为着即条来奉献吼。然后即条就是较属于互学生会通来拍工，吼，所以因会通袂牺牲团契聚会时间，然后伊伫经济顶面嘛。会通得到帮助安尼吼，所以有即2条专款。然后今年是大专中心已经成立55周年啊吼，所以阮有邀请足久以前毕业的毕业生，以及就是老中青3代啦吼，然后转来做见证，中有用即个诗歌吼，诗歌见证的分享会啊，欢迎大家嘛会通做伙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吼。然后，阮会培养学生因写作，吼12月初8，即个是要安怎样写见证？是安怎爱培养写文字？因为即马网络的时代，所以若是文字写落来，迄个见证会通有可能伫咱毋知影的时阵，圣神就使用遮个文字，互1个人、10个人、100个人信主，毋知影。但是若会当写落来，囥去你网络顶悬，就会成做一个真好的管道吼。所以你若有兴趣，阮即个活动嘛是完全免费的吼，阮阁有附便当。若有兴趣，伫中立嘛近啊，中立教会会通来参加。即个阮邀请的是一个叫做刘曼树老师，伊嘛是一个作家，吼伊的上课真正足趣味的吼，所以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当来参加12月初8。过来就是读圣经真重要。若信耶稣无要读圣经，足奇怪的。吼，但是一般伫教会内底经验着
团课、青年团课、少年团课，若安排迄天是要查经，可能人就足少对无？因为读圣经足无聊的对无？无吼，其实若参加过即个营会，少年囡仔，因找着做伙读圣经的伴了，因会变做足爱读圣经的，你要信无？我已经今年办第2届啊吼，每年扩大举办，每年会含台北、大专、新竹大专、台中大专、嘉义大专、甲台南大专。小可想象一下吼，4、5个大专中心，阮要招的国中生、高中生，可能招100-200个就好啊，100-200个国中生、高中生，甲做伙读圣经是啥物情形？因找到当伴了即款的读经运动，就会延续落去。吼，所以每年会办伫中部，请密切注意阮的活动吼，会当鼓励咱的青少年，大学嘛会使吼来参加即个圣经神学研究班。这是第1届阮旧年办的心得吼，阮伫即个 Facebook、脸书吼，脸书。台语叫面册嘛，介绍嘛无人安尼讲吼，嘿，反正就脸书，阮有一个专业，就是会放阮的文章甲阮的活动吼，所以遐个文字拢是遮高中生、国中生写的吼，咱若有兴趣，咱会当去看，就是毋是我咧讲，毋是我讲好说，有读圣经有趣味，就准算吼是遮个学生因是见证吼。然后拄啊开学就有迎新茶会嘛，吼，就是邀请新生来第1次的见面，互相认捌安尼。哦，昨拄啊办了吼，然后顶礼拜是阮一学期会有2摆就是各团课同工的聚会，然后咱知影无共团课因所会做的代志就无共款，所以因若互因见面、互因开讲的时阵。有一点仔亲像意见交流会，也是讲会通互团课产生一寡新的事工，也是讲一寡新的想象吼。然后10月份，阮就会办一个生活营，因为较早阮的前辈吼，伊定定讲一句话，讲人斗阵爱先困做伙啦。对，就是先困做伙的话，伫团课内底，是毋是团课？若是做伙出去旅游了后，回来感情会较好。迄是一种的先困做伙啦，吼。但是做人嘛爱先困嘛，对无？做人要诚恳呐，吼，所以人斗阵爱先困做伙。好，人在一起要诚恳的相待，安听有无？好，所以这个生活营就是要互大家先困做伙。当然男女分开，吼，一定是男女分开，但是有先困做伙安尼。然后这个营会3天2暝，阮收700块，伫圣经学院，连大都无够对无？吼，所以我今仔日爱徛伫遮来无款，就是安尼啦吼。然后阮逐年拢会有毕业生要毕业嘛，毕业生要毕业，阮古早拢会送册送啥物物件，后来想讲，其实送互毕业生上好的礼物吼，就是互伊一个灵修的方法。教伊要安怎样当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伊要安怎样和上帝祈祷，要安怎样和上帝建立关系。所以，阮对3年前开始，阮开始办即个灵修必进吼，就是带去灵修，互伊安静，然后伫伊安静内底，用伊的心去敬拜上帝，去和上帝交往。3天2暝，共款3天2暝，一个人的成本是3000块，一天1000安尼，挂食挂工资。但是因为是礼物，所以会当收钱无？一天面都袂收钱吼，因为要送互毕业生的礼物，所以
这嘛是足大条的。然后毕业生毕业了，因的信用的状态、因的工作等等各方面，我嘛是开始有，就是真久以前，阮就开始有咧做即款关怀毕业生的代志吼，所以毋是放牛食草吼，毕业都无参与。阮伫单数月的第一个礼拜六，阮就会招这毕业生做伙食饭，然后做伙祈祷关心安尼。好，上尾一项就是，这就是阮的即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吼，你手机也会当摕出来。扫描迄个 QR code， 阮所有的活动，也是讲遮个学生因的感想，拢会发布伫即个阮的即个粉丝专页顶悬。然后，阮非常需要大家为着即个事工来祈祷，因为真正环境愈来愈歹，需要圣神帮助。所以，你若愿意诚做阮大道的勇士，伫奉献地后壁有一个我愿意诚做大专大道的勇士。你会当留你的即个电子信箱吼，若是你习惯看纸本的，嘛会当留恁厝邻徛家的住所，阮嘛是有印纸本的啦吼。主要是因为即马咧讲爱保护环境，保护遐个树啊吼，所以阮尽量就是拢用电子化安尼。然后，若是你对即个事工伫经济顶面愿意来负担吼。奉献地内底拍开内底，就有即个信用卡的捐款单吼，就是其实一届一大条钱入来，含长时间2年、3年、1个月300、500，其实即个长时间小额的奉献，对即个事工的帮助是搁较大的吼，就是毋管要做计划，还是讲要做创新推展。稳定的即个奉献收入，其实对即个事工来讲是真大的帮助。毋望大家会通为即个事工来代祷甲奉献。以上报告，多谢。圣诗1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会场请起立。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荣耀这个日子，相信教堂会带来一地，安宁可可高唱归去，可注定做渺小的功劳，真是快乐那是。信心坚固咱心志，用咱精神去会去，希望最快有上拢快乐，吹响心都欢喜。愿我的主真全带咱去，分享天天个当作为。这是天会出发的日子，真爱兄弟欢喜满面。会场请坐，这是奉献，请林家豪、刘天贵执事来书献。请林家豪执事。头一摆来教会，袂捌奉献意义的，通免奉献。
会众请起立，应奉献的诗。报告大生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周报上后面，显着我读一遍，请兄弟读2遍。歹势，你周报的甲顶头无共，读，读周报的吼。我甲恁讲，海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呢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搁较欢喜。路加福音15章第7节，请。我甲恁讲，海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伊为了99个义人毋免反悔的，搁较欢喜。路加福音15章第7节。我甲恁讲，海人中有一人反悔，就伫天里也要安尼，为了伊欢喜，比为了99个义人免反悔。我欢喜，路加福音15章第7节。请掀开周报头一页。顶周3场礼拜主日学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金额，请兄弟家己看。本主日甲下主日礼拜服侍同工，请注意家己看。主管各团契聚会时间、内容、地点，甲主理的同工，甲郑州聚会的人数。请兄弟家己看。教育部甲主日学有备办侪信用的课程，时间甲内容、主理的讲师以及顶周的聚会人数，请兄弟踊跃参加。顶周奉献的明细，请兄弟家己看，若有毋对的所在，请中职来更正。教会各小组聚会时间、地点、甲联络电话，甲顶周的聚会人数，请兄弟踊跃就近来参加。消息报告：本主日是新德大专中心奉献的主日，欢迎李正胜牧师前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弟为伊的事工代祷奉献。下晡12点半，伫701教室要召开教育部会，请部员出席。下晡1点，伫6楼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请部员出席。下主日要召开临时会员好会，选举中职。当日礼拜头2场，第2场要合并。礼拜时间是顶晡9点半，请会员踊跃参加。小会公告候选人的名单，长老的名单是陈祖德、王浩杰、王立泰。这次候选人吴志辉、罗建成、丁伯君、黄腾义、甘秀竹、傅其芳、陈怡亨、柯明伟、萧素娥。10月份7月的中职长老是陈维明，这次是拜六陈素妍，礼拜是吴文林。下主日下晡1点半，要伫701教室召开10月份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
教会消息：2019年新的年度会员团契会长的名单敬请省略。双年团契李庆忠，夫妇团契黄文光，妇女团契刘文香，得胜者团契刘敏洲，社青团契邓亚忠，献歌队赵美珠，道球社柯明伟，敬拜团林宗义。10月到12月份，新安宫读册本已经到，请踊跃6楼办公室来领取。主日学国中班甲师范班，为10月份开始上课的时间改对顶晡9点到10点。圣诞福音主日甲参会时间是12月16号，礼拜日。迄天的礼拜福音礼拜是9点半开始，伫教会4楼。11点半要伫汉平酒店举行福音参会。礼拜煞是牧师带咱大家行过汉平酒店来参加。欢迎兄弟踊跃招厝边隔壁来参加报名。请8区的区长也是办公室来报名纳钱，一个人250块。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今年度已经开始申请，申请的时间到今仔日中昼12点截止，请有要申请的学生将相关的资料交予各班的老师、主任、团契辅导，也是6楼的办公室。教育部社区在业教室各班别的招生的消息、时间、甲聚会时间、甲地点，请兄弟家己注意，踊跃招朋友来参加报名。请感性技术也是与同干事来报名。教会消息：新德中会举办重阳敬老感恩礼拜庆祝大会，时间是10月18号，顶晡10点。咱教会是7点半伫桃园教会集合，8点开车。地点是德南龙凤渔港。有意思要参加的，请少年这也是竹花技术来报名。新德中会教育部甲台湾神学院有举办教会领袖培训课程，以及12届主流老师灵命培育营、生活营，以及56届大专圣经神学班。以上的研究班也是活动，请兄弟家己注意时间，办公室来报名。以上，请吴团兴长老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遮做一个介绍。首先欢迎咱新德中会大专中心的主任牧师李志成牧师，今仔日因的纪念主日来咱教会请安甲报告。咱即时甲拍拍欢迎。伊的职伫咱教会啦，所以嘛是咱教会的会友啦，也是互咱知影。即个新德大专中心，迄属于讲是，毋是教会伊属于一个机构，所以简单讲就是讲，机构无固定的经费，需要咱这教会，尤其咱这母会来甲支持安尼啦第二项就是今仔日昨有举行罗桂梅兰长老的告别式，今仔日因的遗族家属。代表伫遮来致谢，请伊的家属起立，毋免拍扑啊毋免拍扑啊，好，请坐，好。第三咱即个周报的第6面上后壁面遮后礼拜要举行临时和会，时间几点？9点半
毋通袂去进吼，因为我迄阵阁有人咧甲我问讲，到底几点，还阁毋知吼。嘛一场尔吼，所以会记是9点半吼，就干那迄场尔。这第一项，第二项，即摆要领票的方式，交较早无共吼。算讲要节省时间，所以一摆叫出来了，摕2张票，丢落交技师做伙投票，无共款的投票箱吼。这边遮有一个，这边一个吼，头前人甲你引出，吼，无共款的投票箱。安尼，即个目的就是要节省咱的时间，吼，嘛袂讲到尾手啦，人煞剩无几个，大家拢要讲要转去创啥吼，是物啊？到12点外1点还阁袂煞，吼，这是今年第一摆来试办吼，互咱小可了解，直接先甲咱报告。第四吼，即个下昼即个毛生兄吼，伊的孙仔李子琪吼，猫月啦，有甲咱备办鸡酒伫楼顶爱餐，所以咱做伙去楼顶三甲欢喜啦吼。来，我介绍新的朋友，第一位胡启明弟兄吼，Kevin 吼 ，Kevin 吼，大家拢知影无？好，请客。伊是胡红叶的囝儿吼，嘛胡爸爸、胡妈妈的孙仔啦吼，转来看阿公阿嬷啦吼，目前伫美国吼，伊咧做长隆技术的迄个训练教官吼，西训练机的吼，那无简单啦吼，欢迎啦吼。第二位，好，王文阳弟兄吼，好。伊是李英灿医师介绍啦吼，住伫咱即个民生路遮，属于中正区吼，中正区志平长老区长，小可甲关心一下吼。这王文阳吼，伫咱即个民生路330巷11号，中正区吼，会当三角来关心。第三位，詹锦姊妹吼，占景就是咱即个顶届过往迄个穆家说兄弟的太太吼，伊伫上后壁面遮吼，最后面这边吼，伊毋捌来咱教会啦，汉地来吼，但是穆家说伊拢有来咧教会，顶个2礼拜、3礼拜前吼，即个过往吼，所以咱嘛邀请伊的家属继续来咱教会。以上报告，多谢。上营圣诗619首，咱往前行伫上帝的光。上营刷请牧师祝祷，会场请起立。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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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但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全能上帝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帮助咱住伫上帝的厅内面，行伫上帝的光中，为主做见证。对即时直到代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